黃鋁罐、啡膠樽同藍廢紙呢啲分類回收桶，大家都見慣見熟啦。為咗增加回收嘅種類，將會推出新一代嘅回收桶。黃色桶唔單止可以回收汽水罐呢類鋁罐，大到好似個煲咁嘅金屬廢料都可以回收。以前嘅啡色桶，只要膠樽大啲都放唔落，而家所有塑膠廢料都可以放入去，而廢紙亦都可以一次過掉多啲。呢款新嘅三色桶會陸續取代舊嘅設計，日後市民就會喺街邊或者屋苑見到佢哋啦。從呢一個廢物源頭分類嚟講咧，就喺一個家居啊公眾地方咧，實際上個回收率咧就係上升到23%嘅嚇。咁相對嚟講咧，就工商業廢物嘅回收率就相對比較高，但係整體嚟講咧，香港嘅回收率達到45%，都係相當唔錯。現時全港有28000幾套三色回收桶，環保署計劃先喺一啲未有回收桶嘅地點設置新款嘅回收桶，其餘嘅就會等到舊款損壞嘅時候再更換。亞洲電視記者張建業報導。